上世纪30-40年代，在山明水秀的浙江，繁华热闹的上海，传唱着一种轻柔婉转的旋律，那就是年轻的粤剧。不少女孩被优美的唱腔、动人的故事所吸引，渴望着踏上红渠书，圆一个美丽的梦。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小月英，就是这样踏上粤剧舞台的。我搿辰光是13岁学戏的，因为我学戏呢也没门路，但是我是喜欢看越剧，各种剧种我侪欢喜看。搿辰光杭州还有杭剧，我也欢喜看。但是因为没门路嘛，我就是一直就是讲到剧场里去看戏呢，我就是讲到后台去看伊拉化妆，天天去嘛，伊拉嘛也熟悉我了。我们还伊拉热天呢，我还帮伊拉打打扇子。那么伊拉卸妆了啥嘛，我帮伊拉弄面汤水了啥。那么搿批老师呢，侪蛮欢喜我。杭州人都叫我小乖，小乖蛮好的。那么后来呢，就认得沈月英嘛，就拜伊为先生了。因为我拜个师傅叫沈月英呢，所以帮我取个名字呢叫小月英。正式拜先生呢，我是学个是花旦了，教我赵姑娘送十里亭啊。十八相送啊，加红灯啊，总归各种老戏。后头呢，因为是老师，演出的机会比较少，因为年纪也大了。那么就是讲我呢，就是讲人家搭班子，自家去闯了。闯了以后呢，就是一直辣杭家湖搿一带。我印象最深呢，我就是辣杭州演出的辰光呢，有一次就是大会川，上海来了很多个角儿，袁锡芬、范才军，傅勤香，那么殷桂芳啊，还有小丹桂啊。作诗作很多很多。我看了伊拉个戏以后呢，就是自家感触蛮深的。哎呀，觉得伊拉侪改革，搿个各方面都有人物性格，各方面演得很好。那么自家就晓得自家就是讲要继续努力。那么我想，我搿辰光呢，就心里想呢，我有机会呢，一定要到上海去，再去见识见识。再去向搿批老师们呢去学习。怀揣着美好的梦想，小月英来到了上海。在杭嘉湖一带已经小有名气的她，又将面临一次全新的考验。搿辰光我到上海人蛮瘦的，老板呢也有点看不起我，想想哎哟，不晓得来事伐？
打抛戏呢就是郑香水、三口玉梅啊、碧玉簪。那么三只戏唱下来呢，观众老欢迎的。那么老板就是搭阿拉姆妈讲了，哎哟，我放心了，伊讲。相闻度余生，一家是山珍海味吃不尽，我家是粗茶淡饭度一生，门第高低难相配，金梦真光盼高兴。小月莺台上的优异表现，也吸引了少壮越剧团的头尖小生陆锦花的注意，邀请小月莺加入自己的剧团。那么得意得了2只戏，一只呢戏宫秀里古装戏，第2只呢就是小丹官自杀记，搿辰光叫枪毙张春凡。那么我是杭州来的辰光是养2条小辫子的，那么因为做小丹官嘛，搿辫子要剪脱，搿辰光辫子剪脱哭了小丹官自杀记来演好了以后呢，就是讲搿个辰光呢，丁三军呢，伊是从东山园艺社出来，要成立一个天鹅乐剧团。葛末伊搿辰光就是讲派人来介绍我认得了，请我出去吃宵夜咯。葛末就跟我谈，叫我参加天鹅乐艺社。伊讲阿拉侪是年轻人，好像要闯一闯。天鹅乐艺社为小月莺提供了一个圆梦的舞台。在天鹅期间，他和丁赛军携手创排了一出又一出好戏。天鹅嘛刚刚成立的辰光呢，阿拉这个也是第一只就是初公园来了九星大学演出，那么我做船剧，那么做好了以后呢，就到长江大学，搿辰光叫卡尔登，演了《摘星园》、《孔雀东飞》、《蝴蝶班》，还有那个《插头凤》、《梁祝》、《红楼梦》。生意是搿辰光是好得来，中国冬天啦，冬腊月的辰光啦，就是个观众拿了皮头铺盖来排队。耳听岸上几根钉，船中来往无风铃，为报恩留下了田家郎。他是个英勇美少年，可生弟弟难得见，我无依无靠与
与他成眷属，终身与靠到8年。那么来了伊孔雀东南飞个辰光，这个戏呢，就是讲一个是情节好，一个是音乐好，里向个词句写了下去好，所以也来了演出的辰光呢，很感人的。特别是因我结发2、3年，就是讲搿一段戏呢，就是讲来了唱的辰光呢，就是蛮唱腔了啥个侪蛮特别的。你我结发2、3年，夫妻长日不相见，我是不会忙碌，夜夜记着记名起，朝暮侍奉不过夜。原是今夜， 3天只能论5匹布，夫婢10岁不少了，我不愿意来相见，恰是我可来。搿辰光来看戏的观众呢，特别是有梅太太咯，马丽娘太太咯，有交关就是讲伊拉这个京剧界的搿些知名演员的太太呢，侪蛮欢喜看阿拉个戏的。那些太太一去，有时候头里头挂着一排，坐了一排就去捧他场，而且看完了戏以后，他到他们家里去吃夜宵啊什么的。那么搿能个一来呢，就是讲，正好我来了永安大戏个辰光排全部杨贵妃，葛么我就得梅家，我叫伊梅家妈个嘛，讲梅太太提出来，我讲叫梅先生教我做艺术指导嘛，一句闲话伊讲，好唻，葛么就是伊教我唻，教我嘛，我到伊屋里向去，蹲了思南路嘛，那么伊教我呢，就是梅先生个教戏哦。我真的是被伊感动。我来了写药的辰光呢，伊要叫我呢，不是写药含杯子嘛，伊要叫我写到底。伊讲侬搿个呢勿好学我现在的梅派，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我一写药观众就鼓掌了，人家观众是原谅我了。但是侬年轻，不能够写到一半，一定要写到底。教他怎么表演，甚至连化妆都派老师去给他化妆。伊也提出来，叫我不要穿伊拉个凤冠亚扮。伊讲侬要保持越剧风格。伊讲侬像我6成的能打扮。除了得到梅兰芳先生的真传外，小月英的表演还得到过许多京昆名家的悉心指点。在那时候来说呢，他就跟我们这个京剧的艺术家来往很多，像我们的艺术家什么颜慧珠啊、沈小梅呀，他们都常在一块练功，一块打靶子，一块跑圆场，还有那个谁也老这个魏莲芳先生啊，什么是这个方长云的昆剧团的方长云老师啊，都是给他指导。
在天鹅乐艺社，小岳英与丁赛军的黄金组合为他们赢得了大量粉丝。那么，文革之后，汇集了张云霞、小岳英、鲍文娟、刘丽华等众多生旦名家的卢湾越剧团，更是为小岳英打开了一片广阔的艺术天空。卢湾越剧团的阵容是相当坚强，因为是好几个区并起来，把所有好的主要演员呢，侪摆了一道。那搿辰光呢，就是讲，演出一只曾家太子。曾家太子呢，为啥到底曾家太子呢？因为邵文娟跟我呢，化妆起来有点像了，所以有场时阿拉两个人一出来啊，观众分也不清爽。曾家太子演完了以后呢，就是来了这个82年，伊旁当北秦郎到香港去演出，就是讲我和邵文娟去两家头，其他呢侪是伊拉搿面票房票友带阿拉一道合作的，葛么去演出效果相当好，既交了好朋友，有艺术高头相互交流，所以后头84年呢，伊拉再一次又请阿拉再到香港去演出。举杯儿风在手，今日是用心头。曾记得在家吉他把头讲为父亲晓得奈何，今夜夫妻饮好酒，总觉得此情没有那今后。为何不应啊？坏人啊，你近来的心思我不透，总有好酒难下难道我背叛了娘子？为妻一时失言，国人不要生气。那辰光的邵文娟呢，因为两个人搭档比较多，但是有一次呢，就是讲邵文娟搞青年演员去排只《红楼梦》，葛么我搿辰光比较空，葛么刘丽华要求跟我一道演出一只戏，葛么我就答应了，葛么就有演只《玉茉莉》。
玉娥里呢，就主要是写这个王羲之跟西文娟的一段恋爱故事。那么阿拉呢也蛮认真的，专门去学书法。一朝春水向东流，莫为今时难期赵羲之啊，赵羲之。因为我女扮男装的戏比较多，侬比方说《沉香山》也是女扮男装啊，那么《甄家太子》也是女扮男装，那么搿只《玉娥里》里向也有女扮男装，但是我后头还拍了一只电视剧《女中郎》，批判重男轻女的。一道亡命思君来，与爱不言。
家进去要上台对待。小姐，事到至今，怎么三老爷去说明真情？我若真情告弟弟，可命娘亲受连累。跟我话，我家暴举子夫去为，如今成功扎金盔，西军王的万能铁家要到你们小姐，怎么这么白呢？事到如今，我只有这个主意。台上的小乐英反串小生，风流倜傥；台下的他和不少越剧名小生也是挚友。尹小芳就是一位和小乐英有着一个多甲子友情的好姐妹。这尹小芳同志呢，是来了杭州，我搿辰光只有16岁，我就认得伊了。因为我觉着搿个演员，声浪好，声浪非常飘逸的动作，啊，唱腔嘛蛮特别的，咁我觉着老欢喜伊个。那么搿辰光嘛，尹小芳来了杭州呢，正好有点困难，服装勿够，咁么我就主动的借拨伊。咁么搿能就认得了，认得了以后呢，后头就到上海我演出呢，伊到华北大学也来看我。咁么阿拉就是讲，大家呢来来往往就作为好朋友了。所以讲我来了演女中郎当中，我也是唱鹰派；我来了这个在演曾家太子里向，我也有得唱鹰派。咁么我这个总归要对伊去好个咯，伊总归也要一心一意的教我。明山双报明未曾开眼泪淋漓。带着凄凉意，问小姐你为何要说爱你？果然是缘。王子明问小姐，他是何年何月何日人？我来本是王子明，那是人。19好青春。
生，在沙中奔索容，难想几十里风里。在小放牛中，小月英扮演的村姑娇俏可人，令人难忘。而这出戏也可以说是他和爱人孙正阳的媒人。我还没有参加京剧院之前呢，我们成立一个红旗京剧团，就是我们都是正字辈的同学。阿拉有空的辰光也去看伊拉个戏个。那么我自家呢，总归感觉到自家呢，越剧呢，总归好像觉着自家基本功不够，顶好呢对伊拉学习学习。那么伊拉团里向有个童真妹，也是正字班的花旦，跟我蛮要好的。那么是伊介绍阿拉认得，就是讲，叫伊教我戏。那么其中呢，搿辰光陈真、魏老啥个，侪一道，葛么介绍伊讲，沈这样侬要学小放牛，侬得意好。那么教小放牛呢，就是搿等于每天伊早浪头来教，要教到11点钟。咁么每日天搿能，每日天搿能。那么后头嘛教嘛，伊就教好嘛送我回去。那么再后头嘛，伊来接我。咁么搿能呢，再后来嘛要请我看电影了，就搿能大家就交朋友了。莫东哥，你过来干什么？我来问问你呀，我要到寻花村往哪里呀？心呀嘿呀嘿呀嘿。木东海沿道外尊上旅客人呐、我这里用手儿一指，东指西指，南指北指，前面高坡有的户人家，那杨柳树画着一个大招牌，旅客人你过来，你为何要搞那杏花肉？问到那回呀嘿。
来接礼。还礼还礼，你娘儿从哪儿来到杏花村有什么事啊？我从外婆家来，要到杏花村去，一时迷失路途，得来借问一声。哦，你们家就住在香花村呐？哎，杏花村。哦，杏花村，你娘儿顺着我的手儿瞧，绕过山坡就是。此次多谢了。哎，别忙别忙别忙，你们杏花村的女娘儿都会唱小曲儿，你给我唱一个怎么样啊？唱到未唱，就人家听见了，哎呀，难为情的。那不要紧呐，咱们先到寺外瞧瞧去，有人看咱们就不唱啊。好。哦，不唱不唱。怎么又不唱了？唱是会唱，可惜没有人跟我帮腔啊。哎，我来给你帮腔啊。啊，莫东哥，你会帮腔就帮腔，不会帮腔嘛就不要帮腔。会帮腔要帮腔，不会帮腔也要帮腔，我的帮定了。此次莫东哥，哎，帮腔来来喽。因为他这个喜欢京剧，所以我时常长了呢，我对越剧也产生了感情了，是吧？也经常去看越剧。有一年8月中秋的，要求我们参加演出，电视台那演出我们俩就演了一个《借红灯》。娘舅用啊笔，快给我说。怎么会闹到你家里来了呢？陆羽公子临梦城，路上见一回面，你也不能把他带到家里来呀。他是山林峰小家人，他去找家人，哎，他找你干什么呀？当我跌倒来家红灯，找你借红灯。那你爹他上哪儿去了呢？弟弟他正往庙中看戏去，他去看戏去了。哎呀，把这么大的姑娘搁在家里，他也真放心，真是个老糊涂啊！后来呢？怎么样？啊？中间哎呀，这倒好，真是一见生情啊！怎么后来那个套呢？公子
锁。哎呀，这可是件无价之宝啊！那么你给他什么了呢？夫人她亲似西方，作为给他青丝一搂，哎呀，这倒好，真是结发夫妻了。怎么连那个他呢？有的人叫我们是艺术夫妻，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就为了学艺术开始认识的。那么在一起呢，这互相更有这个互相探讨了啊。那么他排每个戏，他基本上都请我去参加的。卢湾越剧团的保留剧目《金殿让子》，就是在孙正阳的提议下排演的。那么搿只戏呢，因为区委领导有指示啊，希望阿拉要大团结，就是讲2套主要演员全部上去。想了半天，就找剧本，我就和他一块儿说，淮剧有个叫《牙痕记》，哎，里面有2个旦角，2个小生都很重要。后来我看了以后，我给提出来，我这个戏你们倒可以演，因为2个旦角也很重，2个小生也很重，你们凑在一起呢，这个艺术性会更高。后来他们就请编剧，就把这个戏移植过来了。他们那会儿这个戏他们叫《金殿任子》。2013年6月，在汇聚了越剧界9代演员的史诗越剧《舞台姐妹情》中，小岳英与孙正阳这对艺术伉俪又一次携手出演。舞台姐妹情嘛，因为我想阿拉搿次演出呢，正好我也为了这个越剧事业的发展，对吧？也是一个纪念。那么应该要去参加，然后我2个人就去了。哎哟，不晓得场次是不多了，因为几十年侪不演出来了，搿人吃力得不得了。几句唱功啊，往年就是年久，伊也往年就是年久。阿拉2家头搿只戏，我搿个6句啊8句唱功哦，比孔雀童男飞唱几百句还要吃力。三花，我来了台下头看戏。哎呀，我把侬急出了一身冷汗了，三花，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哦？想当初你上台掌声是哪来？因此上封你是皇儿之位。在台上我王腔举办，私底下又是无精打采。三花呀，10年风势轮流转。当老板又请来了2位年轻的角儿。年纪比侬轻，马相比侬好。咦，这有啥稀奇啦？喏，几娘嘛，总归是碰侬的呀。哦，三花啊，三花，
侬要是再一次上台呀，说不定场子里坐得来啪啪噗噗。一个闲话再讲回来，侬再上台个闲话，如果人家侪不来看侬，搿台下头只有我一家头。哦，哎，侬放心，姨娘照样拍手叫好。我万把火来送上台。哎，三花，哎呀，我又讲错他了。哎，三花。最初，一个美丽的梦想指引着小月英步入了越剧的世界。数十年的辛勤耕耘，在这方舞台上，他又用自己多姿多彩的艺术，将梦想装点得更加华丽绚烂。要山城长道扫星辰。下周同一时间，艺术人生栏目将邀请著名越剧男演员张国华，为您讲述他的艺术历程，以及越剧男女合演一路走来经历的风风雨雨。敬请关注7月4日晚七彩戏剧频道《艺术人生》，这边风景独好，张国华的艺术人生上集。